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房地产的带头恒大集团。过去伫中国是化水的天堂，但是最近爆发着财务的危机。今年顶半年负债总额达到新台币8兆，样样要破产咯。市场是真担心这个恒大会将做中国版的雷曼兄弟。受到恒大的影响，亚洲甲美国股市样要撞倒。咱的台北股市虽然在这段期间拄好是中秋连假休市4天，也毋过也是有恒大的效应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是大落到350点，落破到17000点的大关，以16925点来收盘。投资人靠甲规人落软倒伫涂骹，边的经理人嘛真无奈。恒大集团强要破产，负债初步估计超过8兆的台票。这个天文数字和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崩盘危机。恒大伫香港交易计数20落败将近20%，台股嘛影响到。香港的这个开盘以后，恒生指数跟国际指数的一个表现如何，会是我们要密切注意。那当然，外资确实有机会。这个流到这个台股来避险。台股今仔日一开盘就落80点，以17196点开出，后来一日半上加来到16838点，败400点，破月线17000大关嘛失守，尾啊以16925点做收，成交量同款较无3000亿。大型宽达股拢落价，台积电、联发科同款落，拢超过2%。维持在3000亿之内哦。可见市场还是比较处于观望的一个心态，并没有大幅度恐慌性的一个杀出哦。中国在打压这个钢铁产业哦，短线要特别避开的还是面板族群哦。金管会表示讲，国内金融业汇率的风险状况差不多有22亿的新台币，其中2间本土银行对恒大受损的额度差不多是新台币5亿，保险业影响较无遐大。财政部嘛讲，公股行库随时准备护盘，就惊讲投资人一个丢青惊，造成市场危机。